24歲嘅阿傑入咗職場都未夠1年，但佢已經覺得好似過咗一世人咁。佢就好似一部精密嘅情緒探測器咁，每日返工第一件事就係偷望下主管辦公室門縫，從主管開門嘅力度講佢嘅語氣，佢預測自己今日嘅命運。主管點下頭，阿傑就覺得自己勁有才華，做嘢都充滿意義。如果主管只係默默咁改咗喺報告入邊一個字，佢就會陷入深層自我懷疑，成晚失眠。阿傑活喺一種典型嘅上下級關係入邊，佢自認卑微，將主管神化成絕對嘅裁判，佢嘅喜怒哀樂全部都掌握咗嗰個上司手上，佢變咗做認可慾望嘅奴隸。有一次加班搞到嚟，阿傑就向一位好有智慧嘅老前輩傾訴。老前輩聽完之後，櫥櫃桶拎咗對做工極之精緻、價值唔菲嘅皮鞋送俾阿傑，着住呢對鞋出去草地行一圈俾我睇下。老前輩咁樣吩咐，阿傑住咗對鞋，行得小心翼翼，草地上有 Q 泥，有粒細石都嚇親咗。佢每行一步都會回頭望下老前輩，想確認自己個姿勢啱唔啱，定係老前輩會唔會心痛對鞋。老前輩嘆嘅口氣，行埋去扶住阿傑膊頭講：細路，呢對鞋而家係你嘅，前面條路都係你嘅，但你睇下你行路個樣，你唔係行緊路，反而好似跳緊一場想討好我哋舞咁。老前輩指住阿傑震緊嘅雙腳話：因為你太想得到我哋認同，所以你將主權交咗俾我。如果你每一步都要睇我個表情行，你就唔再係呢條路嘅主人，而只係我嘅影子。阿傑呆喺嘅原地，腳下對皮鞋依然好重，但喺心入邊就突然震咋一下。阿傑忽然醒覺，雖然主管有決定職位同人工嘅權力，但主管並冇權去定義阿傑呢個人。佢開始運用阿德勒心理學入邊嘅課題分離，做好份工係阿傑嘅課題，佢專注點樣將件事做好做啱，而唔係點樣令主管滿意。點評價係主管嘅課題，無論主管係讚定彈，都只係主管嘅觀點、情緒甚至偏見，呢啲同阿傑嘅人格價值無關。呢個將本來直線嘅尊卑觀念轉化成橫向嘅分工意識。主管係負責決策同埋承擔責任嘅拍檔，而佢就係負責執行同提供專業嘅拍檔。隔咗1個禮拜，當主管再一次指出喺報告入邊嘅錯誤時，阿傑咁好似以前咁低頭縮埋，反而平靜咁望住主管對眼，不卑不亢嘅問：多謝你指正。關於呢一點，我想了解下你嘅考慮係咩？咁我下次可以優化。主管明顯對阿傑嘅轉變感到好驚訝，兩個人嘅溝通反而變得前所未有嘅高效同專業。職場入邊最大嘅監獄就係對認可嘅渴求。當你將垂直階級高低喺成橫向嘅功能分工，你先至可以真正獲得自由。主管唔係你嘅裁判，而係同你一齊行嘅合作夥伴。當你唔再為咗取悅人哋嘅目光而行路，你先至可以行出屬於自己踏實嘅節奏。